大家好，歡迎嚟參道。咁今次介紹藍田嘅車站指南。今次呢就係2023年9月啦。咁之前介紹呢就係28年9月啦。9月嗰個呢就係有限制嗰條片啦，就係一打開佢就係藍田站嘅街道頭啦。咁2號幹線就喺嗰個位啦，7號幹線就喺呢個位置啦。咁你如果就咁樣行過去，如果咁樣如果佢就直咁樣行，咁就咁樣行。之後呢就地標有52個嘅啫。之後揾翻地標嘅位置啦，因為藍田站隔離麗港城站尚未興建，咁之後呢，之後就係車站車站位置圖，藍田站嘅位置圖啦。之後就係車電話號碼啦，電話號碼之後就出車站都包括停車站嘅安排牌山，之後就自由行咁3個路線圖。咁1號月台咧就車喺觀塘站嚟到，喺觀塘。紅海前邊就係嘅啦，之後呢就係車開咁樣上客，然之後去油塘，而家就去油塘啦。去油塘邊，之後就2號月台啦。2號月台嗰條車喺油塘駛入呢個嘅2號月台，上落客，然之後離開。咁樣去觀塘出隧道，去觀塘。咁以前呢，未東鐵線，以前呢，觀塘線係直去嘅。咁喺咁樣咧，喺觀塘過嚟啊。當時係仲未有私區運行。咁當時過海線其實呢個車仲係觀塘線係仲用緊 M， 得 M 村運行嘅啫。咁即係車就離開咁去鰂魚涌咁過海啦。咁將軍澳線鰂魚涌咧就有咁佢準備掉頭啦。睇車站喺鰂魚涌嗰度啦。呢車就會咁樣入去月台，然之後去藍田，就觀塘下一條片就係嘅啦。咁好啦，咁鍾意呢條片咧，咁下一集咧介紹觀塘站，咁星期日再見，拜拜。